网络是真发达，即看报纸的人是愈来愈少。为特别鼓励阅读，高雄的光华国中举办全国报纸展，老师收集40几种，目前还阁有甲已经停刊的报纸，就有机会鼓励学生了解趋势，关心社会。 不管是全国的，也是地方的、宗教的，嘛有专门给学生囡仔看的报纸。来到图书馆的学生，大家拢好奇翻看报纸的内容。原来台湾有这么多种类的报纸，其中嘛有已经停刊的。网络时代比较发达，所以我们接触报纸的机会会比较少，不然都是看电子报比较多。有一些停刊的报纸之类的，还有一些让我们了解报纸它最近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。 光华国中伫图书馆推出全国报纸展，因为今年1年国文单性课程有突破单元，老师却发现真侪学生对纸本报纸甲媒体拢无了解。对于平面媒体的认知了解，真的几乎是空的、零的，甚至很多不管是国内时事、国际时事都不知道。所以我那时候本来只是想说，那就找个市面上比较知名的几个大报。 然后让同学们看，然后却无意中发现，原来居然在超商里面还有我没有见过的报纸。宋伟霆老师开始世界收集全台有特色的报纸，嘛有国外的。另外，对市立图书馆少停刊的报纸，甲民国38年中央日报、联合报的美术本，希望透过这摆展览，学生囡仔会更加关心新闻，提升媒体的阅读素养。记者邓家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